去年嘅時候好特別，我係喺呢個下午茶嘅時候走嘅時候，咦，見到一個裝修師傅成日喺我哋福達嘅，點解走嚟呢度嘅咧？俾我查問之後，原來知道呢度係要出租嘅，佢係要裝修嘅，咁我先知道樓下個開間女士嚟嘅，就帶我上嚟望下，話要出租，所以我就祈禱，原來呢個唔係而家嘅事。係過往我哋已經想買有自己嘅地方，總之未來係有一個地方，如果係可行嘅話咧，就自己個學院有一個學院嗰啲嘅，因為我哋唔能夠成跑咗嚟呢個嘢實習，因為過往我哋就係文憑班嘅啫，但係而家已經有好多班，第二班、舊年、前年都已經畢業係學士班嘅，學士班咧係需要實習嘅，咁所以咧睇到上帝祝福我今年又有機會咧，真係實現咗呢一個嘅。即係異象成為一個地方，你有冇信心踏出去咧？嗱，呢個就係考驗嘅，真係從零開始啦。你擔心嘅交租嘅事，24,000蚊每個月，有信心去嘅，咁所以咧睇到上帝咧祝福我哋。咁而家就更加咧喺今日呢個叫做動土禮先奇妙，喺咁即係咁急裏邊能夠得到咁多位嘅嘉賓啦，你哋嘅這領導咧真係好奇妙。咁所以睇到大家亦都去為我哋祝福，為我哋禱告，為我哋支持呢件事。所以現在咧，我哋奉主耶穌呢個名開始我哋今日嘅一個動土禮嘅程序，我哋一齊禱告。榮耀父上帝，你係又真又活，即在今在永在嘅主宰。你從歲首到年終都係賜福嘅神，為咗你親自嘅選召，俾我哋中華以馬內利聖經學院喺2010年開始，從零開始直到而家，足足係15年嘅時間。睇到你嘅手去拖帶著我哋，俾我哋大家同工隊都董事每一屆嘅，佢哋都盡心嚟到擺上。你知道我哋所做嘅係能夠承接你所俾我哋嘅託付，我哋嘅意象係清晰，我哋要去訓練你所揀選嘅、所重用嘅，就係首要係幫我哋國內嘅弟兄姊妹，甚至係不斷去成為牧者同埋傳道人。多謝你俾我哋一班已經畢業啦，我哋而家仲有今年係有第9班，有20位學生將要畢業。呢個地方咧，其實係我咧，我哋一個實習嘅用途，亦都會開展咧本地課咁現在咧，我就感受到咧，本章所講嘅開始。雖然我已經經咗10幾年，但係每一年咧都係咧都係需要求係上帝開始時光，佢自然咧喺整個雖然從零開始。係會招聚一切所有嘅人去參與受感動。咁我哋嘅歐弟兄咧，佢都係受感動。喺我哋上次嗰個終極個諗法，佢就受係真係喺上帝感動我哋咁幫手，所以好多嘅設計咧就好快好順利咧一息間出嚟嘅。呢個跟住進入下一步咧，就係講究竟要幾多錢去做咧？咁講到錢咧，我哋就要牽涉好多，因為唔係亞當咁揼㗎嘛，亞當都要揾啲或者揾其他人。
咁我揾 A B C D E F G 啦，揾咗翻嚟佢唔係喎，呢個貴，呢個嗰個平啲喎，點，跟住兩個咧就可以攬住當高個枕頭咧，就喺度度下點樣可以做平啲啊，點樣可以，希望就係可以喺一個合適嘅時間，用一個最合理嘅價錢去做到呢件事。咁亦都感謝神啦！我哋喺期間咧，因為我哋認識有啲基督徒嘅供應商啦，咁佢哋會有啲係好特價嘅嘢可以供應到。最後咧就感謝神，即係做我哋呢一個工作咧，就係 create 一啲嘢，就係做一啲嘢出嚟嘅，由零開始做一啲嘢出嚟。即係我哋希望呢個可以10年、20年、30年一路做落去，係咪？咁呢個係我心願，都係我嘅目標嚟嘅。咁好感謝係院長來梁牧俾我有呢個機會去做呢樣嘢。我哋一齊禱告啊！祝我哋知道你係創始成終嘅主宰，你自從造天地之後咧，你不斷去有新事嘅作為求你去繼續引導我哋，實在為當嘅被你去感動，我哋獻上感恩，實在睇到神你自己喺弟兄身上嘅工作願你繼續去引導佢賜佢有主理傳嚟嘅智慧能力以到咧我哋喺整個裝修嘅過程當中咧，主你嘅靈喺當中如果需要有更改或者有缺乏嘅，求你都改正，求你都提醒願意咧都幫助當弟兄同佢太太同心嘅侍奉，賜福佢一家喺當中去後顧之憂。咁大家去睇一睇啦，大家留意到我哋呢個裝修費有50幾萬蚊啦，我哋需要更大嘅信心，更多嘅禱告咁我哋求上帝你去成全，同埋咧去成就。真係天父上帝，我哋會心嘅嚟到去感謝讚美你。你俾我哋咧能夠有機會去服侍你，係你自己嘅恩典。2010年嘅時候咧，你興起博士喺我哋嘅當中，喺我哋咧帶領我哋咧嚟到去作為咧一個工人，嚟到去為到咧係國內嘅基層者咧嚟到去服侍主。就喺我哋嘅工作嘅發展嘅過程裏面，上帝係每一年都讓我哋經歷到更大嘅信心。主要從我哋由零開始到我哋呢一個嘅即係過百萬嘅一個經費，我哋實在睇到上帝不斷嘅施恩典，嚟到去俾我哋咧係每一年都憑住信心嚟到去依靠主去經歷呢一啲嘢。但係我哋今日仍然都係相信你為我哋看守城池，主要我哋真係嚟到去祈求咧上帝為我哋預備裝修嘅費用，求你俾我哋有足夠嘅信心，俾我哋咧有足夠嘅體驗，求你親自去使用我哋，為我哋預備，我哋感恩，嚟到禱告，咁唔完全，我係奉靠我哋主耶穌得勝嘅名嚟到去祈禱。我係深信呢位全能嘅上帝，掌管生命嘅上帝，一定會主守我哋，信你。創造宇宙萬物嘅真神，你係嗰位施行奇事，能夠從冇變成有嘅上帝。你昔日創造宇宙大地嘅時候，憑你一句説話，一切都能夠成就。主啊，我哋今天睇到你自己奇妙嘅大能同作為，你真係為到呢個嘅以馬內利聖經學院係預備咗呢個咁奇妙嘅地方。然後我哋深信你係嗰位創始成終嘅上帝，我哋深信主你自己會帶領住呢個嘅新嘅地方嘅裝修工程，從開始到末了都能夠好順利、好平安嘅完成。然後我哋特別紀念到，因為呢個工程會需要有好多嘅唔同嘅工種嘅工人嚟到參與呢個嘅工作。主啊，求你就彰顯你自己嘅大能同榮耀。呢班倘若佢哋仍然係未認識你嘅一班嘅工人，佢哋能夠有機會接觸到福音，能夠可以認識到主耶穌基督，加入教會，成為主你自己嘅羊裏邊嘅一份子。主啊，求你就恩待呢個嘅工程。主啊，我哋都知道呢個工程打算希望係能夠喺4月25號之前嘅完工嘅。主啊，我哋就交託呢件事俾主你處理，以主你自己嘅旨意成就。天父，我哋為着呢個地方嚟到讓上帝你臨在都賜福，讓我哋喺度使用嘅每一個人，使用呢個地方嘅每一個人，上帝你都俾我哋有健康平安喺當中裏邊。
受到上帝你嘅造就，上帝你自己親自嘅使用，我呢度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嘅弟兄姊妹，讓我哋呢度成為一個好嘅見證，一個咧可以榮神益人嘅地方。但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帶領同埋幫助，常與我哋中華以馬內利聖經學院同埋呢個新嘅發展嘅地方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七日一主啊，我哋喺你面前感恩，睇到你嘅手一腳一步咁帶住梁院長，帶住牧師，佢能夠喺呢度新嘅地方建立成為你一個燈台，係用神學院、用課程、用社區、用關心去培養弟兄姊妹喺福音上真係做一個我哋榮神益人嘅人。你幫助神學院喺裝修呢個過程裏邊，喺個策略方面，都睇到神你自己嘅心意嘅安排，俾神學院有喺你面前得到造就，讓人都將個榮耀歸於主，我哋嘅神。你祝福呢個地方，你潔淨我哋每一個人嘅心，以致我哋能夠坦然嘅係服侍主更多。求主幫助，求主引領，加上你對我哋眾人嘅祝福，無論聽嘅